然要走了，当然是支持他。第一次考上这个国军志愿役的时候，爸爸其实是偷偷把我的那个录取成绩单丢到垃圾桶。等一下，来，文字记者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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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为了基层的投票啊！要。怎么了？跟我说，原来没有讲。一些特殊训练，所以我从他说要加入军人的时候，我就很鼓励他。所以说，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既然在军中，你就要有起这份薪水啊。因为现在只要没有战争的事，就是说平常训练或是同事相处，一定要很重视。唔敢是一定的啦，毋拄就是讲这人生的路是要家己走。所以讲只要讲好好行，阮后面会家己走。我这边要谢爸爸一个题。其实我第一次考上这个国军志愿役的时候，爸爸其实是偷偷把我的那个录取成绩单丢到垃圾桶。我录取前我知道放榜的时候，我就特地打电话给妈妈说，妈妈就是明天要放榜，榜单会寄到家里，你再帮我收信。然后妈妈就说她没有看到，然后她才去资源回收桶找，然后才发现原来爸爸早就收到，然后把它丢掉。然后后来就把它压在神桌下，然后让陈明帮我保管，所以我才可以顺利入伍。爸爸刚刚说是骗人的，因为没有人不会心疼自己的女儿去做这种事情，因为那时候他又不是说没有比较好的工作，他也至少在社会上他可以当比较专业的教练或是老师啊。他既然要走了，当然是支持他。爸爸妈妈多久没看到女儿了？差不多有啦，因为我最近也是在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有去开刀。我开刀的时候，他都会到，他甚至请假都会到，都会陪我在手术房外面有时候都会在外面。